喺而家呢個社會上，我哋成日都要講做好呢份工。究竟你應唔應該做好呢份工呢？我最近睇報紙睇到一單咁嘅嘢，各位就有一位陳太咧就問啲專家咯，佢話佢希望喺10年之後有600萬俾佢2個仔去外國留學。一般唔係講開400萬養個仔嘅咩？啊，李麗珊嗰啲好陰功㗎，得400萬養個仔係冇得讀書㗎啲仔，OK？你到中午頂籠玩風帆啦，去啦，係啊。同埋佢哋希望再過多10年可以有1200萬俾佢兩公婆退休。冇錯啊，你想退休而家要係千萬富翁，咁佢就問啦，阿陳太就問我，咁佢而家兩公婆咧每個月咧做好呢份工可以儲到2萬蚊，咁佢應該點做呢？佢每個月可以儲到2萬蚊，10年之後佢需要600萬俾2個仔，好明顯啦，好簡單。首先賣1個仔俾人，另一個仔都送埋俾人。點解唔2個都賣？因為根本冇人買。點解唔2個都送？送都冇人要。但係你話買1送1 ，OK。過20年佢要1200萬退休喎，咁咪更加簡單啦！你唔好退休咪得咯，係咪？乜有人可以唔退休嘅？好容易嘅啫！你揾日喺退休之前，兩公婆翻屋企燒嘢食，唔買嘢食。呢個係任何一個嘅投資專家都教你唔到㗎。阿陳太，你要使咁多錢，你有冇考慮過死咗佢啊？我哋投資界咧有4個字可以幫你解決任何嘅財務困難嘅，家破人亡。你應唔應該做好呢份工？你係唔應該，因為做好呢份工你都係唔夠錢使，又唔夠錢湊大個仔，一退咗休，日日係咁搣，你情願快啲使。一句講晒，做好呢份工，到老一場空。